事情啊，你就学了耶和华。来个唱一届。我的心情啊，你就学了耶和华，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的心情啊，你就学了耶和华，世界万物拢着我就当主归变化，咱的主为是为天的夸高。伊大地咱学了，为大声称颂伊，我的心情啊。提醒咯，有基督教，较无基督，好，来避免的吼。第二个吼，通讲只有赦免，较无讲啥物，无讲悔改，吼，有赦免，嘛有悔改。好，搁第三个吼，只有策略，较无上帝，对，好。搁呢，只讲拯救，较无讲顶头生，吼。过来再是吼，来第五个哦，只讲天堂，无讲地狱，来只有宗教，较无圣神，所以咱上圣神来引出，好，所以这是化身的部分都是重要的吼，咱唔通失落的部分安尼哦。好，过来，我来想想吼，来，咱做伙来谈吼，来，基督唔是讲好，嘛唔是正义，乃是。稳定甲权柄，把稳定甲权柄。过来呢，就继续。基督唔是甲上帝讲条件来换咱所要爱，乃是要经历到伊的上帝同在。明白什么是咱真正的需要？过来吼，基督。唔是叫上帝怎样解决问题，是求叫上帝看伊安怎带咱解决。唔是上帝解决吼，是伊爱上帝要互咱一寡的问题，互咱去面对，互咱去经历来解决。而这时，咱就要来用感恩的心，该真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咱撒开祈祷。天父上帝，这时我要用着感恩来入你的门，要用称谢来入你的意。阮较无到伫圣殿要来敬拜你，献上阮的感恩甲懊恼。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是关联公义威严的主。若不是因为你疼阮，我免来通亲近你、敬拜你。感谢你有找圣经耶稣为阮来降生，用永远的疼阮。为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互阮的罪通过主耶稣基督内底救赎，得到赦免。我要搁一届来到主的面前，省察阮家己，坦然来承认阮的过失，求主的保惠，搁一届来洗清阮，求圣神帮助阮，互阮定心甲主有
亲密的关系。我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刷接，咱要来做ED甲头目的祈祷。好，安那互咱做伙来念。祈祷毋是将重担摕去互上帝，才搁甲抬转来，是要将重担下予耶稣，然后平安欢喜来离开，爱会晓交托上帝。来，祈祷毋是甲上帝讲，你着安怎做，是谦卑来求问伊。我着爱安怎做？祈祷得到应允，毋是拄好，也是好运，乃是上帝的怜悯甲看顾。好，安尼刷走咱来，咱要来做身心灵心灵ED的祈祷。咱要求主来做咱的全人的主啦，做咱心的主、灵魂的主、思想意志的主。啊，你若是有心口袂疼的，请他用你的手看你所袂疼的部位，还是用你的手放伫你心肝头顶管，求主来医治头忙乱，咱大家祈祷。即时，我要搁一届邀请你做阮全人的主，阮请你做阮灵魂的主，请你做阮思想的主、感情的主、意志的主，还搁阮身躯的主。求主帮助阮，加添阮的信心，互阮倚靠你来赢过阮的欠亏软症，医治阮的心苦白疼，修补阮关系的气欠，使阮正面的意念。正做阮行大的快乐，互阮有属天敬虔的生命，通正做你恩典的器皿，以及你恩典的管道。我安尼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要来为着今仔日的主日来守望。好，来，咱三个来谈好，来。祈祷毋是叫上帝直接赐你能力，乃是上帝互咱机会。培养能力，祈祷毋是用意志去影响上帝，是互上帝来改变祈祷的人。祈祷毋是靠家己打拼做工，乃是我靠上帝甲伊同工。咱即摆呢要来为着咱今仔日的服侍，今仔日的礼拜，甲所有的服侍，来为着牧者，为着咱的中职团队，甲有今仔日所有伫咱遮来服侍的遮的执事啦、服侍同工啦，来祈祷，求主圣神高我，互咱有属天的快乐甲方便，遮所有遮敬拜啦、服侍，拢通荣耀主利益人。咱上时也要为着今仔日特别要为着神定。专属工，搁内地教会，为了建定属工，主来保守，在互咱后因遮的经费，上帝，甲兄弟姊妹进教会供应，搁为着今仔日教会真侪各项的活动，搁有会议今仔有迄个社区的关怀健康咨询，搁有志工的成长训练，搁阿甲伯儿童牧区阿甲伯领袖小组，搁有。即礼拜六有小会，搁有青年牧区有定期会。三接，咱今仔日嘛要来为着第四组的兄弟姊妹来带导，求主互在组员每一个人甲因的家庭，拢有信仰坚定，有上帝话来养持因，保守出入平安。求主互每一个组员身心灵健康，医治因，互因的病痛，得到主的医治看到。咱为着今仔日的主日的祈祷。为了今仔日的主日
圣神，阮即时要为着今仔日的敬拜来祈祷，求你帮助阮有合宜的敬拜，用心灵甲真实，求圣神的引带，互阮逐项的服侍合主的心意，互阮的敬拜有主的荣光，甲阮三甲伫地。特别今仔日，我要为着新北中会大专事工以及大地教会建堂事工来祈祷，求主保守、供应甲带领。也我要为着教会逐项的活动甲会议来祈祷，也就是为着社区关怀、健康咨询的活动，啊，佮有协会志工的训练，和儿童牧区啊，甲白领袖小组，以及拜六小会，啊，佮有青年牧区的定期会来祈祷。求主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引带阮逐项的活动甲会议顺利，佮有效果。啊，我也要为着第四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带领组员甲厝内人信仰坚定，主的话语来养出因灵命成长。求主保守大家出入平安、坚强壮大，那拿后展翅官飞。求主赐福组员心灵健康。互白听的得到医治，我咱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用主祷文来祈祷。愿天地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公道，你的旨意是正，伫地如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赐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的心神幸无你的救恩到分去，总是伫你的话，我有愿望。请咱做伙来因信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请起因专首。心受尽力。
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应当乌鲁无煞，因为你的疼痛，互阮伫主的保守内面得到平安、喜乐甲祝福。这是人的软者，互人袂记了主的教示，甲主的关系愈来愈远。也因为无明白主的话语，无行伫主的道路顶，求主赦免甲引带，互阮转到主的道路，无搁偏离，互阮有幸福的心，甲主亲近，也会当将阮所领受的传播出去，互搁较侪的人一同领受。求主保守带领，互阮同齐甲主做工，互台湾会当行主的旨意在地里，亲像伫天里。也求主看顾台湾这块土地，无论是国际压迫，国内的经济，也是最近真侪地动，拢有主的看顾。阮也为阮的教会来祈祷，感谢主赐予阮教会适合牧者。求主赐牧者有教业的气力甲智慧，伫就任后带领教会伫主的道路顶跑走，愈行愈稳当。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后面，启应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各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顶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听到，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配，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我尔水。以赛亚拢谈谈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基督的话啦。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当伫团内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歌是：我要来敬拜。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8章26节到40节。使徒行传8章26节到40节。主的天使甲腓力讲：起来，往两边去，行过耶路撒冷，落去加沙迄条路。迄条路已经荒废。腓力起来就去，伊伫路中拄着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就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财务大臣。伊从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伫要倒去，坐伫车顶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信心甲腓力讲：你进前我去对迄台车。腓力行我去，听到伊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问：你咧读的有了解无？伊应讲：无人甲我解说，我哪会了解？太监就请腓力上车，甲伊做伙坐。伊咧读的迄段经文是安尼：伊亲像羊，互人牵去抬，亲像羊仔伫剪毛的人面前无出声，拢无开喙。伊忍受侮辱的时，无人替伊主持公道。啥物人会当说明伊的世事？因为伊的性命对地上消灭。太监问腓力：请问，先知这话是指啥物人讲的？是指伊家己，也是指别人？腓力就对迄段经文开始对伊传耶稣的福音。因对迄条路落去，到有水的所在。太监讲：遮有水，我敢袂用得伫遮领受洗礼？太监叫车停咧，腓力甲太监两个做伙落去水里，腓力就甲伊洗礼。因对水里起来时，主的神甲腓力接去。太监无阁看到伊，毋过又欢欢喜喜继续伊的旅程。后来有人伫阿索都看到腓力，伊沿路伫逐个城市传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以上，请陈世阳牧师来讲道。陈牧师是大德教会的牧师，伊要讲道的题目是“甘愿互上帝引带，甘愿互上帝引带”。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会当有这个机会，搁一摆伫咱中间，甲咱做伙一只来敬拜，也一只来分享上帝话，以及带来大德教会建堂的这个需要。感谢主，咱对大德教会拢有真侪遮的支持甲帮赞。特别咱教会的合作社，因为会当借阮。伫无教业这经验顶面来帮助着阮，会当顺序来去这个礼拜堂，感谢主，互咱会当有一款的机会，成做上帝国内底的共同的教会，毋望咱会当继续为着主的恩顾，咱伫逐所在会当继续为主来拍拼，伫遮我要问咱一个问题，咱拢是信耶稣的人，对毋对？咱拢是互上帝来呼召，对毋对？我要问咱，每一摆上帝咧甲你呼召的时阵，你甘愿互上帝甲你引带？拢甘愿？上帝叫你做啥，你就做啥，无张图。哇！感谢主，咱真有信心。这是咱生命的，咱的信仰生命的体验。咱若对咱所信的是足清楚、足明白、足了解，咱就更较坚信，袂张图。总是咱若信甲普普安尼吼，每一摆拢爱伫遐真考虑啦吼。到底安尼好，还是安尼好吼？不过咱也知一个真正明白耶稣的人，一个明白这个福音的人，伊会清楚，而且会有行动。愿上帝帮助咱，互咱领受上帝话，亲像腓力共款，会当伫这个。上帝互咱呼召所在来做主的工，咱大家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会当来明白你，互阮会当来信你，互阮会当互主你来差遣，互阮会当照主你的心意
来引带我要行的路站。愿主你帮助阮，互阮对即个信会当较确信，无受到任何的搅吵，专一来跟对你，互主你好的心意伫阮的心上来行主祝福的道路。感谢你，同心祈祷，奉主所名，阿门。咱看见今仔日咱所睇这段经节，伊的背景大概是安尼，就是讲耶稣上天了后，咱知影迄个时阵，基督教，咱咧讲基督教会是迄个时阵开始兴起。啊，总是咱知影犹太人真侪时阵是要迫害遮个信耶稣的人，这对因来讲，会当讲是足严重的代志，因为犹太人要信耶稣，对因来讲是足无法度接受，所以因要迫害。遮个信耶稣的人，所以咱看见因对耶路撒冷开始迫害，迫害。遐个信耶稣的人伫耶路撒冷受迫害了后，真侪真侪就离开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就是腓利，腓利伊受迫害了后，伊就转到伫伊的故乡撒玛利亚。总是伊知影伊所信的即个就是伊要爱，伊所信的这是真实的，是对伊来讲是足重要的，所以伊到伫撒玛利亚的时阵，伊就继续领受即个呼召，伫撒玛利亚来做福音的工作。总是有一摆，即个上帝使者甲伊讲，讲你爱去一个所在，去一个所在。伫即个过程中间，咱来开始领受，腓利所领受。对于我本身来讲，我感觉。信耶稣，跟对耶稣，伫即个信仰的道路上，我的经验是较无情啦当然我年岁也无讲真多啦不过我的经验是，我感觉信耶稣是会当经历上帝丰盛的一个行列只要是信耶稣的人，伊就是伫即款的行列内底咱做伙来领受啦你若是一个互甘愿互上帝引出的人。上帝的引带有几个部分，咱会当做伙来领受。第一个部分是讲，上帝的引带拢足清楚的，伊要指示的拢是足清楚的。我伫咱今仔读经节中间，我掠2节，互咱做伙来看，做伙来看有清楚无？咱来看26节，好，咱做伙来读一遍26节，请。对腓利讲，起来，对南西去，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撒的路，遐是旷野。好足清楚的所在，有一个方向对不对？是倒一个方向？南西嘛南西一个方向上帝甲你讲我应该讲一个方向好地点伫倒？因无需要甲你做记号啦所以咱真好找加撒的路对不对？加撒是啥所在？咱知即马以色列有无？咧加萨迄个哈马斯咧小镇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伫咧撒玛利亚的南所以伊对迄个方向去，足清楚对毋对？好，咱看29节，咱做伙读一遍，请。现行甲腓利讲，进前去近我迄张车。好，有方向无？进前行往头前。行倒位去？咱即马讲做迄台车咱长辈啦咱长辈台语咧讲做迄张车我毋知是哪用迄张啦安尼那敢若车是安尼啦这是特别的表达的方式迄张车有一个足清楚的方向，嘛有一个要去的所在好。咱伫这经节中间，咱看见，当即个腓利伊收到即个上帝使者甲伊讲，你着爱往迄个方向去，伫什么所在？咱来想者若是你，今仔日是腓利，上帝甲你讲，要对南西去，去即个加萨的路，好，即目前拢无问题。问题迄个所在是啥物？旷野。你真正会去人举手？真正会去的，是安那咱拢无爱去。你就想我去创啥啦？无你讲带我讲去一个是咧耶路撒冷的圣殿带去倒位对毋对
咱会带去抗压，咱会张图对毋对？咱大大牧师问咱哦，上帝要爱你做啥？要爱你去倒？你拢未张图哦，即摆咱都开始张图哦。其实咱真正常，这就是咱是人嘛吼，咱有咱足侪想法咱拢常常咧思考讲到底这是对毋对，是要去毋去吼？好，咱看去腓利伫圣经内底写27节、28节有讲到，腓利倒啦就起来，就去，吼，伊无任何的张图，伊就去，吼，这是上帝引带的第一步。就是上帝要爱你去，要爱你做事，你有张图无？我想这是真大的考验，这是要互上帝引出的第一步。如果你若愿意，你就开始要经历上帝引出。第30节讲啥？腓利就行近我，所以咱就知影腓利伊是照上帝的引出去。所以咱有确定上帝对咱的指示无？若是咱有勇敢的心去无？迄个所在有可能咱感觉是一个真奇怪的所在，也是讲真你也是有可能是你无真意爱去的所在。不过若上帝爱你去，你敢真是愿意？一个足清楚的指示，互咱是毋是会当真正顺服？我拄毕业的时阵就抽骹我抽骹足欢喜的，我抽到倒位？神德中会啦神德中会就是我家己出身的中会，因为我本身是泰安教会，咱南区神德中会南区泰安教会出身的囡仔抽到家己中会足欢喜的，你后才知影讲派去伫大德教会，去的时阵我才知影讲哇，原来大德教会是一个开拓的教会啦，我迄阵还未娶某甲人讲，台语讲高照一只我感觉讲哇，我才要开始牧会尔，就爱去一个开拓的教会，而且咱知影开拓教会就是安啦，人真少嘛资源真少伫遐想讲，上帝这敢是你真正要爱我去的教会安尼啦感谢主上帝帮助我赢过迄个意念就去去了，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做福音工作，开始拍拼安尼阮伫新学院老师拢常常甲我讲一句话啦伊讲你去就是屈咧就对啊啦即句话互我安尼真大的帮助，就是去不管你就是屈落去，结果我一屈到即马几年要24年好久感谢主，就来到这间教会开始开拓对这礼拜有阵时也无到10个人真趣味就是迄阵有一位司琴尔迄个司琴来做礼拜，阮做礼拜就有人司琴吟诗就有琴若迄个司琴的若无来呢，要安怎？牧师来去司琴但是我毋是本科的，我会当用足简单的方式安尼吟尔我发现迄规场做礼拜我就定定安尼落去搁起来搁落搁起来安尼我感觉安尼做礼拜安尼嘛袂使我想讲也无就清唱就好啦发现讲清唱嘛是袂歹听啦咱诗歌写了水你安怎唱就拢足好听所以伫安尼中间安尼开始斗一步一步安尼来服侍这间教会这是旧的礼拜堂，其实伊的地点嘛真水拄伫角经其实真水不过这间礼拜堂有一足大的困扰，咱若以早捌去过人就知影这间礼拜堂头前啦有3支条啦这3支条实在是足困扰我讲到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我最爱问兄弟姊妹所以我头一开始就问恁一寡问题我最爱问的啦我最爱甲兄弟姊妹有互动，但是每一摆我咧讲道，也是我咧问，拢敢若咧对啥？对条呢？条会甲我回答无？
袂呢，哦，我感觉咧讲道是足有趣的吼，哎，有当时发现，今仔来就看到遐姊妹啊，那向咱看到人足少的，结果人伫倒，徛喺后壁。所以我教时阵我迄阵讲道时有一个习惯，我拢行出来。我看徛喺后壁，我甲你讲无事咧注意哦，莫伫遐独居哦。这个是大家教会旧的礼拜堂的状况。咱感觉安尼较有适合做礼拜听，像咱安尼无任何主动，安尼是毋足好实在是真无适合。所以伫迄个中间第3年第2年了，阮就逐教会当先过同会，所以第3年阮就先同会。同会了，要先同会，阮无家己礼拜堂，大家看，迄毋是阮大直教会，迄是一个台北长老伫大直即个所在买迄块厝体。伊讲即个所在拢无教会，所以伊就有一个心志，感觉讲我要互即间厝成做教会，怎甲南港教会结合，来设教会安尼，这是旧的礼拜堂。阮要先同会时无，所以阮最后就是甲即栋买落来，迄嘛是一个故事，我会记得捌伫咱中间分享过啦，好，上帝引带我一个足清楚的方向，非你是南市去，我是安那北市去，去的所在是一个开拓的所在，我感觉迄足像伫咧旷野，你知无？旷野安尼咧开始要经历上帝会稳定一个所在，感谢主，互即个教会安尼开始渐渐安尼咧领受上帝稳定。除了安尼以外，咱来想第2项，就是咱若互上帝引带，上帝引带拢啥啦？拢足准时的啦。台语讲做无拍交流。上帝讲，上帝的时间是定着什么时阵，就是什么时阵什么代志会发生，就是什么代志会发生，无一项会拍交流。好，今仔咱读经节，牧师甲伊整理一下，咱来看这经节，迄个非利甲太监因的对话，因的对话。黄色的就是动作，蓝色的就是非利讲的话，太监就是迄个粉红色。好，开始有一寡动作，非利就行去就近伊，听见伊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好，这个非利就讲，你所读的，你会明白无？好，讲即句话真重要哦。咱若要向人传福音咱首先家己要安那。爱明辨的，咱要讲圣经的话，咱家己安那嘛爱明辨的，无咱实在是唔敢讲起来嘻嘻啊好，这个太监伊甲伊回答讲啥？无人指示我检通话。好，了就一个动作，伊就请非利上车甲伊做伙坐好，伊读迄个经节就是以赛亚书53章。咱来做伙读一遍，好无？互咱会当有更较深的印象，敢若想，咱做伙来读，请。伊互人看，亲像油到受台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油对真门的无出声。伊卑微的时，受无公义的审判，伊的世代是一种传说，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受夺去。好，伫即个经文伫即个经文咱来想嘛当即个非利甲伊讲，你敢明白？伊到底咧甲伊问啥？伊要甲伊问讲即个互人砍去掠去迄个受台所在要伫迄个所在来侦问伫迄个所在无出声，伫迄个所在受即个审判了后。伊的性命受夺去，这个是咧指向，你哪会知？这旧约这旧约，你哪会知是耶稣？这是旧约对不对？旧约讲安尼话呢？所以到底是咧指向？所以迄个太监有甲
甲即个腓利讲哦，伊讲请问，先知讲即个话是咧指什么人？是指伊本身的，还是咧指别人？是毋是咧指伊本身？本身是啥？以赛亚对毋对？是毋是伊？我感觉咱拢足够的，咱拢知影毋是伊，而且咱拢知影是谁。为什么？因为圣经内底有写，对毋对？好，咱来看咱来看，我头拄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是讲上帝咧引带迄个时间，甲所要做的代志，拢是足准的，无拍交流。咱来看腓利去找即个太监的时阵，伊太监咧读的经节，若毋是即节，若毋是即段啦咱遐旧约足侪经节嘛若毋是即段，腓利要甲伊传耶稣，有容易无？无容易呢。总是有一寡经节嘛是会使啦不过咱发现无容易呢。所以咱知影讲，原来上帝要爱腓利去加撒的路，就是要太监传耶稣啦。所以伊伫去的时阵，拄啊，即个太监就是咧读即段经节，互即个腓利咧甲伊解说的时阵，会当顺即个势将耶稣来传互伊啦。咱看即个时间是毋是真拄好？伊若毋是看即个经节，可能就有困难。总是伊就是咧看即个经节的时阵，拄啊，借即个机会，甲耶稣传互伊。上帝咧甲咱引出来的时阵，有当时拢毋是照咱的想法，照咱的意思，也是讲毋是咱的爱的迄个时间。大家教会伫即个2010年的时阵，其实就是已经开始要建堂阮即个建堂的时间是对2005年开始，伫一届祈祷会中间得到即个意向。了为了即个代志祈祷3年，伫2008年好会接纳。了后，阮就甲旧的即个礼拜堂的即个建筑物卖掉，伫2010年买一地伫安尼中间，其实阮就开始迄阵就是拍算要起所以牧师捌来遮募款过一届，咱有印象总是阮总想讲应该会当足紧就起好无拍算，毋是阮的时间，是上帝的时间，所以伫迄阵甲即阵已经过差不多10年，才开始动工总是阮嘛顺服上帝引带，上帝的时间对阮来讲是上好的。迄阵起甲即阵起，可能阮对即个建堂的即个领受会无共款，但是即个时阵是上帝感觉上适当、上适合的，要互阮的所以阮就买即个地好，咱继续看即个经节讲，腓利就开喙对即个圣经起讲耶稣传互伊。所以拢足好势，所以因伫行路的时，到有水的所在，你看上帝嘛，咧因带趣味当即个太监已经领受的时阵，伊足确信的时阵拄好迄个所在有水啦。咱有去过以色列就知影伫旷野所在有水足少的，对毋对？拄好迄个所在就是拄好有水，咱拢讲拄好啦，其实拢是上帝安排，伊就是迄个所在该洗咧。该洗礼，好，咱来问一个问题：太监大概有清楚无？有清楚无？咱咧洗礼的时阵有清楚无？咱洗礼的时阵有上迄个慕道班的课程无？安真好。咱知有诶教派你第一天来，就要甲你洗礼拄着即款足侪讲。问讲你是安那要洗礼？我嘛毋知呢。我去人就甲我讲爱洗礼，我就就洗礼咱要做一件代志，其实拢爱先清楚明白，咱才去做迄件代志，安尼才会较有意义所以咱讲起太监讲有清楚，伫课本内底歹势。迄个经节，迄个经节后壁我会讲着啦我会讲着。伊是足清楚啦伊是足清楚的。好，等者我会讲到迄个部分。所以咱知影讲，伫即个腓利伊要即个太监传福音的时阵，上帝的时间拢足好势这嘛是大家教会咧见证即件代志真深的一个体验。伫开始
卖掉几个礼拜长了后吼，迄个建筑不了，阮就开始咧找地。吼啊，足侪地阮拢足介意的。吼啊，你知影足介意啊啦？拢足贵的对毋对？嘿，足介意的拢足贵的。啊，若无介意啊啦，嘿，足俗的吼。对，啊，咱足介意的，有可能人啊啦不爱卖。吼，啊，咱无介意的人拢叫你啊啦，紧家己买。吼，啊，这就是阮的经验。所以，阮找足侪所在。啊，到底这一地才是？啊，所以毋知倒一地，啊，就是祈祷。啊，上帝若要互你的时候，伊就有足特殊的方式。吼，啊，就有一届阮一个执事啊咧行路，啊行路时候看到头敢若一张单啊吼，宣传单伊就甲摕起来，有一块地要卖啊，吼，啊，所以阮就照这执事伊互阮的资料，阮就去吼，啊了，甲迄个中介开始接触。啊，伫迄个时阵，10年前大德的地已经开始咧起啊，吼，所以迄阵啊一平就已经是差不多18万。啊，所以迄块地，阮开始接触的时阵，吼，伊就是对18万开始讲，吼，啊，18万开始讲的时阵，阮就要甲伊开始吼，咱知影嘛吼，开始画介绍安尼啦吼。结果伫有一天的祈祷会中间，哦，阮一个长老咧分享讲伊伫咧困的时阵吼，有一个声音。互伊啦吼，伊讲吼，我要互恁即块地吼，14万5买着，一平啦，14万5。吼，啊了即个长老伊就甲阮做伙分享，阮就感觉讲，这若是上帝的声音，咱若确信，咱就是照即个声音来做。吼，啊了，阮就做一个迄个决议就对个，讲就是14万5，若加1箍，阮就是不爱买啦。啊，既然是上帝互阮的声音嘛吼，加1箍阮就不爱买安尼。所以阮最后的时阵就是到伫即个中介公司啊开始去谈，啊因中介咧谈的时候，拢会甲咱分开啦，伊袂互咱做伙讲，吼，伊拢甲咱分开，啊因去瞧安尼啦吼，啊了因就瞧，哦因真有生意啦吼，伫18万开始降，到倒位，降到15万，了伊甲中介讲，若减1箍啦。阮就不爱卖，阮甲中介讲，若加1箍啦，阮就不爱买，安尼要安怎？会成无？成啊，成啊呢？阮14万5买着，因15万卖出去。咱数学知影人拢知影讲啦，这敢有对？这顺正长老上知影吼，伊这对这小上知影，敢有对？无对呀，吼。啊，那阮会成吼，阮会买着，因会当买着。结果咱知讲中介吼，因商品拢有抽啥物？可比上嘛，对毋对？因就是无抽因的，抽阮的，吼，抽阮的，无抽因的，拄啊好，阮14万5买着，因15万买着。吼，啊，真趣味吼，啊，所以伫安尼过程中间，你著看上帝的引带吼，拢足准的啦。拢袂拍假路的，吼啊！我要互恁得到的，伊有引出方式。你无想讲一张单安尼，就来成就一件代志，吼！伫即个咧讲价的过程中间，嘛是咧领受上帝引出。这是大直教会伫咧买地，吼啊！互咱看这是买迄阵啊，吼！这买迄阵啊，我翕的啦，吼啊！所以边仔拢是安那，拢无厝地，吼啊！就是一块足水的，拄啊伫。大直的四线道，吼，诶面顶吼，所以咱有机会去的时候，即马你去看，等者咱会当看到迄个新的礼拜堂的样。啊，了后要开始去的时候，已经过差不多9年10年啊，所以边仔拢安那，哦，去一栋足大栋的大楼，吼，开始吼，了后阮就伫遐开始动工，所以上帝的引带拢足准时的，吼。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咧经历上帝引出来时阵，会当去经历上帝伊所享受的丰盛啦。上帝互咱的绝对是安那，上适合咱、上介好的吼。好，咱来读27节到28节，好了，咱做伙来读，请。就起来去，拄当有一个埃及就是埃及阿伯女王甘大基有权的太监，总管伊的银库。伊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倒转来，
坐伫请你得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册。上帝爱费力，把这个福音传予这个太监。伫个要传的过程中间，上帝已经互这个太监得到上帝的这个引带，有一个好的条件来帮助费力来传予伊。这就是一个丰盛的准备啦。好，咱来熟悉这个另外一个版本叫以索比亚啦，以索比亚的这个太监。好，咱来看这个太监，伊是一个互人受信任的人。伊伫个王的下面，伊咧管啥物？银库呢？管银库一定是王上上信啊！咱头家嘛共款嘛，头家要请迄个财务对，还是即个会计拢是拢是咱上该信任的人。因为咱若无信任，咱是无法度将这个钱交互伊。所以伊是咧管王的即个银库的人。那用咱的国家来讲，是即卖啥物？财政部长对毋对？迄是足大的伊是一个真顺手的人。好，第二，伊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伊是外邦人，总是伊爱犹太人所咧敬拜迄个上帝，所以伊就对外邦到伫耶路撒冷去做礼拜。所以伊本身有一个真伊爱敬拜的即个心的人。咱看见我定咧问咱在座内底，咱住上远的住伫倒？回龙台北来甲遮做礼拜无简单。是。要对种远的所在来到遮做礼拜，其实是无简单。咱看即个太监伊对外邦的来到倒位？耶路撒冷的，你感觉伊有真意爱敬拜无？而且伊是一个刻薄真理的人。我阁问咱一个问题：咱今仔做礼拜煞，你转去？会阁甲今仔警察摕出来读的人举手？哇！无简单。小组若无小组咧，咱敢会摕出来读？咱看这个太监伊伫耶路撒冷敬拜了后，伊要转去伊的国家，对毋对？伊咧创啥？伊咧读圣经的，读上帝的话呢？这个人有刻薄无？真诶足刻薄，上帝要爱即个刻薄的人，会当来信耶稣。所以上帝拢备办好，即个人伊就是要得到福音。所以咱若咧共传福音的时阵，咱会伫要传进前，咱会为伊祈祷。迄个祈祷就是咧上帝要甲即个丰盛的备办伫伊的身上，互咱有机会来甲伊讲，伊就当来领受。所以咱看见太监就是一个安尼人。好，咱头拄牧师问的讲，伊对圣经真诶有得着敢有确信啊？伫即个课本内底有讲啊，伊讲你若是一心相信就通啦。伊回答啥物？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你有足清楚无？足清楚毋是乌白写的是足清楚的。所以咱看伊即款的备办是上帝伫伊的引带中间来赏赐。所以感谢主，大伫教会对伫安尼开拓了后，成个同会了后，开始建堂伫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安尼咧经历上帝丰盛的这个备办啦。好，这是新的礼拜堂，真水对毋对？真水咱有看到啥物？有几支？倒两支？顶悬一支，下骹大楼规栋搁一支对毋对？有人看到第三支，我才要问尔，有第三支伫倒位？黄色的对毋对？咱有看到无？这设计足特别三支十字架三支十字架足影目的足影目，这是上帝这个为着大啲教会所备办的一间礼拜堂好，阮伫2020年的时阵会当讲到4年前啦4年前开工，拄啊迄拄着疫情啦
无迄个工程遐久的吼，拄啊对着疫情吼，所以迄个工程啦，足久吼，足久才起好吼。好，这是共迄年的10月23开始学啦吼。每若要做啥时阵，牧师拢会去翕相。歹势咱拢会看到啥？看到牧师啦吼，迄毋是重点啦吼，迄毋是重点，是我是要互咱看阿公要甲大家讲，我拢有教安尼，因为我做兴奋的啦吼，每一届拢会好。开始起的时阵吼，迄个工程吼，就一站一站咧起起来，拢心内拢足欢喜的吼。因为我无工程的迄个安全帽啊，所以我伫啥？倒摆啦吼，这咱应该了解啦吼，好我每一届可能足兴奋的，我甲恁讲，有2个人比我搁较兴奋，恁知啥物人无？互恁看者，阮查某囝。阮兜2顶安全帽啊，都互因2个戴。我甲博智牧师共款会骑铁马，所以我就戴骑铁马吼。你嘛是会使去的啦，嘛是会去。就做欢喜的，而且阮查某囝做欢喜的呢。伊讲总算吼会当有阮家己的房间啊啦。所以因对1岁到18岁，拢甲阮困做伙。因为教会敢一间房间尔，所以阮着4个人困18年。大汉的即马已经要20岁啊！感谢主啦吼，所以阮感情足好的吼，感情足好。好这是伊个起好，但是伊个音价还袂听吼。了，伫个旧年的3月初5来徛即个实日假，所以有一个徛日式的感恩礼拜吼。了，即个实假开始吊起来，甲伊按落去的时阵，迄个感动吼，实在是足歹讲的啦吼。讲过啥会出来吼？真个足感动的，已经伫遐宣告讲，即个建筑物是啥？建筑物就是上帝的殿啊！迄个时节踩落，迄个感动，实在是无法度形容吼，无法度形容。好，这是暗时啊吼。咱看到迄支实日假，足光刚吼，去互迄个后壁迄栋大楼的人抗议，讲恁的实日假伤过光啊！所以阮伫差不多9点半、9点，阮就安那来关起来啊，因为安那人要困吼，真正会共影响着吼。好，这已经起好啊，有共款无？是毋是共款？色较无安尼啊深啦吼，有共款无？共款吼。是共款，已经起好啊，所以咱若经过大殿吼，会当安那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来甲牧师即个分享一下安尼吼。好，这暗时啊时阵，即个实日假灯甲开落去，这足水吼，伫足远的所在拢看会到吼。所以感谢主有丰盛的一班，互阮会当有一个阮真意爱吼即个礼拜堂吼。这是咱即届迄个北一区的受难日礼拜吼，应该有兄弟有去啦吼，有诶有去吼，这是礼拜厅内底吼，这是讲台吼，是好大致即个所在吼，牧师去甲调查一下吼，大概差不多有41000个人左右吼，咱的基督徒比率若5%来讲，就是遐。大致这个地区就差不多2000个基督徒，若长老教会的比率差不多有400个，这400个中间真侪拢是伫别个所在啦，比如讲伫南崁、伫桃园，也是伫别个所在吼，礼拜总是抑阁有真侪无去礼拜，所以阮咧期待讲会当有来，所以阮伫2月底吼，阮伫2月底。开始使用的时阵吼，到即阵吼已经有来5个新的即个集体吼，因就是看即个礼拜堂吼，来到伫中间吼，所以期待望会当互更较侪人来到伫中间。好，即嘛讲到一个较现实的是经费的部分啦吼，阮的总经费是5000万吼，咱的底下是写4500啦吼，不过有追加到5000万吼，到伫即个。顶个月吼，阮的基金是1300几万，所以阮还阁有真侪会欠亏吼。
即个礼拜天，阮会当预定会当坐230个，若较啉落去坐吼，会当到250个，吼。1楼做停车场，所以拢总会当有5楼，吼。阮伫今年8月25要献堂，所以伫遮邀请咱大家吼，8月25迄天，吼，咱会当甲迄天拨出来下晡吼，来参加即个献堂的感恩礼拜，吼。感谢主吼，即个引带啦吼，互阮会当经历即个过程。最后佫一摆，伫遮来多谢咱教会，吼，互我有机会伫遮来甲咱分享大体教会建堂的遮的事务，吼，望咱会当来支持上帝的教会，吼。好，伫遮问一个最后的问题，一开始问的，最后我佫问一届，无论上帝带咱去倒位，吼，你是毋是愿意甘愿互上帝引带？愿意无？愿意无？阿门。咱做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经历你的引带。你的引带会当互阮看见是一个真清楚的指示。你的引带是无拍假老的，拢有上帝你好的事。你的引带拢有你丰盛的陪伴。主，阮相信，阮若愿意甘愿互你来引带，阮就要一直经历即款的过程，互阮知影，阮伫即个上帝所赏赐丰盛的行列内底，互阮会当伫军队耶稣的时，阮哪军队就哪有望望，哪军队就哪有溃烂。愿主你继续引带阮要行的路站，无论阮伫工作、生活、家庭、教会一切，拢有得到主你美好的引带，享受主你的恩典满满。当心安尼祈祷，奉靠这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唱回应诗，圣诗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请起立，因转首。主
侪。即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结连伫你的内面，亲像一丛结实结结葡萄树。愿阮即群三听的兄姐伫基督的内面，成做一体，互相关怀、激励，彼此服侍。万愿意将家己当作活祭，献予上帝，体贴别人的需要，照着无共款的恩赐。同心合意，伫事工的顶悬尽心尽力，全然仰望顺服主你的带领。我们通过团体服侍，互教会得到更较大的成长，互福音的事工得到兴旺。这时，阮诚心奉献主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成做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甘纳。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嘛求，阿门。请坐，请考事省长老来报告。咱报告头先来欢迎咱中间是毋是有头一届来甲咱中间的人客？嘛无，咱今仔日特别来欢迎迄个台德教会迄个陈世阳牧师吼，陈世阳牧师来甲咱分享勉励。谢谢牧师。上时为着建堂的需要，伫1楼遮吼有真侪产品要来做义卖，欢迎会友大家通斗阵捧场支持。过来第二个，好，咱今仔日是新竹大专纪念主日，请兄弟姊妹大家关心来到甲奉献。个小会消息，5月5号，就是后礼拜吼，咧举行今年度第3摆的圣礼典，伫5月4号拜六暗时6点，伫501会议室，有要召开第556次的小会。已经报名洗礼的兄弟，请伫拜六暗8点到教会501的会议室会议室要来进行问道理。好，再来中拜部的消息。下主日就要进入5月份，请服侍人员
注意服侍项目甲时间。过来，教育部的消息吼，咱明年吼2025年就要来迎接世界60周年，也有要出版这个纪念刊。迄个纪念刊的这个小组吼，有准备这个问卷吼，要来遐大家吼家人吼，咱甲咱教会大家会友来提供咱的意见，吼准备小礼物吼，这个填问卷的活动到今仔日为止吼，那今仔日要填问卷的，他扫迄个周报顶悬的 QR code 吼。过来传导部的消息吼，迄个嘉南培训杯乒乓手作桌，已经开始报名，就是伫欢迎全教会运动好手，2个人一组来拍乒乓，挑战趣味乒乓接力赛，就是伫后礼拜下晡1点半到4点半，要伫新店遐来举行。报名通扫咱迄个周报顶悬有即个 QR code，若想要知影搁较侪消息的，通问即个青年牧区、青年牧区的即个秘书长老吼，也是咱扫 QR code内底嘛，搁有迄个影片，甲一寡消息安尼。咱迄个嘉南的健康关怀咨询的活动吼，伫咱今仔日吼，今仔日10点半，啥物吼？10点半到11点半，有伫教会1楼有即个社区咨询的关怀活动。服侍当讲是陈永仁医师，还有邱秋元的医师，还有咱健康咨询的当讲志工队，欢迎大家兄弟有兴趣的吼，到阵来参加。过来就是咱儿童牧区的消息，2024年迄个阿卡贝儿童品格夏令营已经开始要招募志工欢迎高中到大学的学生到阵来加入，成为营队的伙伴，用爱与活力准备经历一个有挑战又有意义的营会若是有要知影较侪消息的他扫这个 QR code。过来就是社区事工的消息，5月1号拜三，10点半到12点有双年大学的讲座，主题是跨世代的亲密关系，讲师请到都敬贤老师，这个Google Meet 的线上会议室的这代码，再请大家看迄个周报顶悬的。搁有，这个嘛是迄个社区事工的消息今年度的志工训练就伫今仔日下晡的1点半到3点半，伫咱教会这个二楼遮要来举行，这个主题是急救基本的人脉甲实作，请迄个志工踊跃来报名参加。一个是2024年第1期的成绩助学金的名单已经公布，伫咱周报的第7页，搁伫咱公布栏。请要伫5月12号，就是母亲节这个主日，要来颁发，请有领奖的同学，迄工阵会来出席，礼拜领奖安尼。若有对名单有疑问的请伫5月5号进前，注意就是我苏陈长老来提出。过来5月16号拜四10点到3点，就德中妇女部伫桃园教会举办人才训练会妇女查经班，报名费是200块，请姊妹踊跃参加。要参加的请田翠长老来报名缴费。过来这是集体消息，第10组的吴琼园姐妹，伊伫4月1号到6月28号，伫桃园市的水务局有举办这个行行的诗意，个人的展览，欢迎兄弟姊妹，有闲大家来甲因参观。欣赏，过来咱第16组，第16组余佳琪姐妹的查某囝张怡静姐妹，伫5月3号，过来这个拜5暗时7点，伫桃园文化局也有参与到这个第39届西门国小毕业音乐会的演奏，欢迎大家来甲因参观和参加欣赏。好，咱斗阵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恁着顺探上主，恁的上帝，敬畏伊，遵守伊的诫命，听盼伊的话，服侍伊，忠心跟对伊。申命记13章40，还佫一届，恁着顺探上主，恁的上帝，敬畏伊，遵守伊的诫命，
听探伊的话，服侍伊，忠心军队伊。生命记13章第40节。请咱做伙来因祝福的诗，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诗煞，请达摩斯祝祷，请起立。咱个一摆来领受对上主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甲帮助，常常甲恁三个伫咧，对这时到伫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别倒。